若出去佚佗，除了住饭店、住民宿之外，即摆有袂少人嘛会去住庙寺的香客大楼，因为即摆全台湾一寡庙寺的香客大楼的设备拢袂适合饭店，而且收费阁真便宜。 信众跟随妈祖绕境，拢伫香客大楼过暝。这几冬咧，香客旺盛的庙宇，香客大楼嘛提供一般游客住暝，其中有5星级的香客大楼。来看全台香客大楼的地图，由北到南，台北松山主会堂大楼远看到101景观真赞，宜兰大溪观湖真会馆、大溪温泉真享受，新竹市金堂甲水仙大楼咧，甲有容配。 这苗栗通宵的宫田宫大楼有 WiFi， 真方便。中华鹿港天佑宫大楼就伫鹿港路街，方便洗。这云林北港朝天宫大楼，伊是总铺经是免费的。若是高雄基天天佑宫的大楼咧，会当看到基天港，真浪漫。早顿无限制食宿，电视、冷气、冰箱拢有，无需要专业的旅馆。设备也都很齐全，包括盥洗啦、住宿啦，都很亲近。 尤其大楼的住暝费，对单程800到团体房4000拢有。不过庙寺是净地，有的禁止分酒、搬轿，有的嘛禁止宠物，是毋是有要男女分房呢？得先讲清楚。我们没有其他的什么硬性规定，那由自己他们来调配。暑假旺季，愈来愈侪旅客会选择到香客大楼大一暗啊，即马着歹包啊歹咧，不妨按照香客大楼的地图做伙去体验。